香葱、姜、蒜头等食材准备好，放入去油鼎内面，搁甲辣椒切好碎加入去。一段时间过后，自制辣椒酱就做好啊。最近因为苏丹红事件引发食安疑虑，台南市教育局特别办理自制辣椒酱加天然调味品的演习活动。苏丹红这个东西基本上应该只会产生在我们的您看到的辣椒酱或者辣椒油里面。那如果说各位民众采购到的是新鲜辣椒或者是辣椒干的部分，基本上应该是不用担心会有苏丹红的残留的问题。活动除了推广在地食农教育，嘛互学校营养师、午餐从业人员以及团膳业者认捌天然的新香料，将学到的功夫带转去学校，丰富学校午餐菜色，互学生会当食了安心佮健康。我们自己制作的天然辣椒酱呢，卫生又安全，可以让小朋友可以吃得健康又安心。亲自自己做调味料，不买那个现成的，对，这样是最健康安全的。我们就会回去就自己制作，然后就是用在我们的菜肴里面。我们透过这样的机会呢，那把台南呢最盛产的辣椒，那么透过我们自制啊，那我们一直来做，那我想大家也会吃得安心，那可以让这个食安的问题啊，我想就大家就不用再烦恼，所以我们才会说想辣不用等，吃辣不用怕。辣椒酱不管加伫咧鱼、干贝等料理当中，拢真好食。伫活动开始之前，市长黄伟綽嘛亲自到场，动手制作辣椒粉。总铺师嘛分享制作的秘诀，互爱食咸的民众买当伫厝做，上天然嘛上安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